從前的騙子被欺騙，最昂貴的婚禮。創世記29章15節至30節。拉班對雅各說：雖然你是我的親戚，怎麼可以讓你白白服侍我呢？告訴我，你要什麼作工作呢？拉班有2個女兒，大的名叫利亞，小的名叫拉結。利亞的雙眼無神，拉結卻長得美貌秀麗。雅各愛拉結，就說：我願為你的小女兒拉結服侍你7年。拉班說：我把她給你，勝過給別人，你與我同住吧。雅各就為拉結服侍了7年，他因為愛拉結，就看這7年如同幾天。雅各對拉班說：日期已經滿了，請把我的妻子給我，我好與她同房。拉班就擺設宴席，請了當地所有的人。到了晚上，拉班帶女兒利亞來送給雅各，雅各就與她同房。拉班也把自己的婢女悉帕給女兒利亞作婢女。到了早晨，看哪，她是利亞。雅各對拉班說：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？我服侍你，不是為拉結嗎？你為什麼欺騙我呢？拉班說：大女兒還沒有給人，就先把小女兒給人。我們這地方沒有這樣的規矩。你先為這個滿了7日，我們就把那個也給你。不過你要另外再服侍我7年。雅各就這樣做了。滿了利亞的7日，拉班就把女兒拉結給雅各為妻。拉班又把自己的婢女辟拉給女兒拉結作婢女。雅各也與拉結同房，並且愛拉結勝過愛利亞，於是他又服侍了拉班7年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我們從小聽故事，最喜歡的結尾通常只有一句話：從此王子和公主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。這句話給我們一種安全感，仿佛只要愛情是對的，結局就一定是圓滿的。如果你活得夠老練，你知道現實生活不像童話，反而像聖經的記載。聖經將真實的人性描述出來。今天我們看看雅各的愛情故事。一開始，雅各遇見了美麗的拉結，他深深被她吸引。為了娶她，他願意身無分文地為未來的岳父拉班工作整整7年。聖經裏有一句非常動人的描述：雅各就為拉結服侍了7年。他因為深愛拉結，就看這7年如同幾天。這是一種何等深情的投入！按照劇本，7年結束，他們應該步入禮堂，從此幸福美滿。但就像那一晚，童話破滅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聖經中最尷尬也最痛苦的清晨。婚禮熱熱鬧鬧地舉行了，但當第2天早晨的陽光照進帳篷時，雅各驚恐地發現，躺在他身邊的不是他美貌秀麗的拉結，而是拉結那個眼目無神、長相平庸的姊姊利亞。你可以想象雅各當時的震驚和憤怒嗎？他衝去找岳父拉班理論：你為什麼欺哄我呢？這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時刻。但如果你熟悉雅各的過去，你會在這一刻聽到一聲嘆息，因為欺哄這個詞曾經是雅各的專利。還記得嗎？雅各曾經利用視力模糊的父親以撒，假扮成兄弟以掃，騙取了長子的祝福。而現在黑暗的掩護下，拉班利用了不知情的雅各，讓姊姊利亞取代了妹妹拉結。這是聖經敘事中一個非常沉重卻深刻的提醒。蒙揀選並不代表免受管教。希伯來書所提醒的，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。雅各雖然是神所揀選的，但他不能逃脫自己種下的因果。這個破碎的早晨，不僅是拉班的狡詐，更是神在雅各生命中放置的一面鏡子，讓他看見自己的影子，讓他經歷被欺騙的痛楚。這聽起來很殘酷，但這正是神修剪生命的方式。故事似乎陷入了絕境，很少有婚姻的開端比這更糟糕了。一個憤怒的丈夫，一個狡猾的岳父，和一對彼此競爭的姊妹。雅各雖然最後也娶了拉結，但他必須再做7年的苦工。這是一個充滿了怨恨、偏心和家庭鬥爭的環境。如果我們只看表面，這就是一場家庭倫理的悲劇。但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遠，
從上帝的視角來看，你會發現一件驚人的事。雖然雅各的計劃被打亂了，雖然人的罪性讓事情變得一團糟，但神的旨意卻從未落空。雅各一心只想要拉結，但在神宏大的救贖計劃中，那個不受寵、被視為錯誤的利亞，卻扮演了關鍵角色。以色列12支派中有8個支派是源自於利亞和她的侍女。更重要的是，日後君王的支派猶大以及祭司的支派利未，都是從這位不被愛的妻子利亞而出的。換句話說，就連耶穌基督肉身的家譜，也是透過這段錯誤的婚姻延續下來的。拉班的詭詐，雅各的偏心，甚至在我們犯下的錯誤，或許會延緩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時間，或許會讓我們多受一些苦楚，但這一切都無法攔阻神最終的計劃。弟兄姊妹，回頭看我們自己的人生，或許我們也曾經歷過像雅各那樣的早晨。我們原本期待的是拉結，結果醒來發現生活給了利亞。也許是我們職場上遭遇的不公，也許是我們人際關係中的背叛，或者是我們自己曾犯下的錯誤，讓我們現在必須承擔某些後果。你或許覺得這不是你要的結局。雅各的故事告訴我們兩件事：第一，神是公義的父親，他會管教我們，修剪我們的稜角，讓我們在痛苦中學會謙卑與誠實。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，神是化咒作為祝福的神。即使是在最混亂、最充滿算計的環境中，神依然展開他的救贖歷史。雅各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這20年，充滿了艱辛與淚水，但正是這些歲月，成就了以色列民族的根基。所以，不要因為眼前的混亂而絕望，你的故事還沒寫完。即使是在那些看似錯誤的轉折裏，神依然掌權，他依然能在廢墟中建立榮耀。讓我們一起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謝謝你透過雅各的故事安慰我們。主啊，當我們面對生命的管教時，求你讓我們看見你的愛；當我們身處混亂和失望時，求你讓我們看見你的掌權。謝謝你，因為你能使用我們生命中那些不完美的片段，來成就你完美的旨意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靈修思考：當你覺得屬於自己的人生劇本被改寫的情況發生時，你的感覺是如何？你想起了那些經文？你怎樣理解上帝隱藏在其中的心意？